过年期间有要到300个旅客参加越南富国岛行程，负责安排年代旅游，却和越南当地旅行社有钱项的纠纷，害旅客互办婚照，搁要加开钱。屏保协会强调会确保消费者的权益。若交通部长王国材嘛批评年代旅游无负责任，会要求观光署重罚，可能会罚停业3个月。请问您好。春节连假放煞开工，屏保协会早起接到真侪电话，拢是来问越南富国岛旅行团，互人等伫国外的事件要安怎处理讨赔。大概100多位的客人在外站有刷卡付了720块美金，因为这个年代没有付钱，所以呢这一块呢应该是年代旅游应该要概括承受。让旅游团员在外站刷卡，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情，不可思议啊！所以我们绝对会站在保障消费者的立场。旅客对团爱搁伫海外加付钱，屏保协会嘛感觉安尼做法真唔对。伫处理讨赔问题的同时，年代旅游甲越南的地接社，因的经济嘛还未煞。他们在越南所受到的委屈，也再次向所有团员致歉。14暗时9点，年代旅游负责人林大军搁再会室里，讲这件代志原因是越南地接社反悔26结团费，乌白甲旅客放风声，搁威胁支付款项。虽然公司有处理，不过已经严重影响名声，后续会提出告诉。不过越南地接社嘛回应，工作部收到所欠的钱项，不过也是协助旅客返来台湾，搁重新签合约，希望年代旅游爱赶紧支付款项。旅行社本身不负责任。收了钱，然后把旅客带到国外丢包，我想这部分我们会严格来处理。整个年代旅游这个要求，我也已经要求这个署长这边这个重罚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，会要求观光署对年代旅游重罚，依照规范，出团前爱办好签证、机票甲住宿，业者拢无做好，依法会当罚1万至5万。根据消保法上当会当要求停业3个月，目前案件还搁在调查，相关的单位原来会赶紧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